伫咧10多年前，嘉豪有去港口宫做义工。10多年后，我用新闻的角度来记录一寡义工形影，来看家己当少本港口宫的义工是安怎服务妈祖的。甚至有一群人发心对台北落去港口宫煮50多年素食平安餐，互乡客食，希望讲会当来到这感受到温暖，也有进香的气氛。 妈祖生进前有真侪拜妈祖的宫庙信众，会请妈祖登去祖庙大庙过炉，家己当少本港口宫，妈祖香旗一个到一天上侪有几落青春的新兵来过炉，毋那大殿爱围起来，干那新尊会当请入来，对庙埕到庙内拢需要上百位的义工支援。我来庙服务将近要30天的时间，你若是讲最高纪录。 单独一间宫新尊最高是初伫540尊，这宜兰罗东县的宫的新尊，伊就一宫就540尊。你若讲一天落来，最高纪录将近要4000尊的新民来过路出入安尼。全国的善男信女若有闲就嘛当来阮港口宫来参拜来奉香，感谢各位。即摆的时间是早起4点外。 港口妈上山素食部注意菩萨诸兄诸姐开始伫咧无营路，为着今仔日的素食平安餐顿的准备。伫香客大楼内面有一阵煮素食平安餐的志工，50多年前本地初心是因为港口宫地点压贴，食素食无方便，才会对台北落来斗3工，却演变做是妈祖生进前拍菜活动，有人一做就是做58年啊。我咧遮拍菜已经57、8年啊，拢无物件通食啦，素食的拢无人食，遮嘛。 无物件无点啊，因隔壁有迄落炒的红食，阮食素的人无人食。以前就是因5个上山有5个，所以佫上山素食无。5个人拢住迄树仔骹咧煮就是伊是咧豆汤啦，就咸糜啦，无就煮面安尼，无3年红食。恁来的时啥物拢无方便啦，就是捡柴来煮，嘛无地煮呢，是煮几落年遮家庙参上拢你一炉啊，阮煮，一角互阮煮，遮贴汤啊煮，买菜拢孤单的，爱缀甘蔗车汤啊。今年第38年啊，互食了会健康，因为咱伫遮咧煮众生食就是爱煮，互食健康，但等于欢喜。安尼毋是咱有面子呢，妈祖婆更较有面子。我感觉来遮来煮大家食，我心情最好。 但是我透早4点起来，我煮啊足欢喜，我嘛袂感觉忝。上起头是由5为老菩萨的发心，把这份善意传出去。即马是现行家付钱，将义工来斗煮，结头壳换菜色，变做是40、50人的港口妈上山素食部。那请新尊来港口宫过炉，香客会当食到健康的素食平安餐。对市民到信众拢感受到港口宫义工为妈祖付出的敬意。记者戴家豪家己报道。